呢單係一宗令人心碎嘅卑詩省校園槍擊案。今日我哋要帶大家關注一單震驚全加拿大，亦都係本國史上其中一宗最嚴重嘅校園槍擊案。喺卑詩省東北部一個寧靜嘅小鎮 Tumble Ridge， 尋日下晝原本係一個平凡嘅返學日，點知竟然變成一場噩夢。根據皇家騎警 RCMP 最新公佈，呢場血案一共造成10人死亡，當中包括懷疑係槍手嘅本人。案發喺當地時間禮拜二下晝大約1點20分，警方接報話 Tumble Ridge 中學 Tumble Ridge Secondary School 有現行槍手 Active Shooter 出沒，大批警員隨即衝入校園搜查，結果喺學校入面發現多名受害者，其中有6個人當場證實死亡，另外有1名傷者喺送院途中不幸傷重不治。除咗校園入面，警方之後仲喺附近一間民居發現多2具屍體，相信同呢單案有關。至於個槍手係邊個，警方喺校內發現佢嘅屍體，初步相信佢係自殺身亡。早前警方發出嘅緊急警報入面，曾經提到搜捕一名駐裙啡色頭髮嘅女性，而家證實個槍手就係呢個人。不過警方暫時仲未肯公開槍手嘅身份，亦都未確定佢係唔係呢間學校嘅學生。呢單慘劇仲造成超過25人受傷。由於 Tumble Ridge 只係一個得2000幾人嘅細鎮，消息傳出之後，成個社區都陷入極度恐慌同悲痛。卑詩省省長尹大衛 David Eby 喺溫哥華發表講話，佢形容呢個係無法想像嘅悲劇，仲呼籲全省市民今晚要抱緊自己嘅仔女，將愛帶俾受影響嘅家庭。而總理馬克卡尼 Mark Carney 亦都宣布取消原定嘅行程，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。目前 Tumble Ridge 所有學校都會停課到本週末，警方仲喺現場搜證，希望可以查出到底係咩動機，令到一個咁寧靜嘅小鎮發生一場咁血腥嘅屠殺。多謝收睇，請訂閱、點讚和留言。我哋係非常一般707，下次見。